大家好，咱顶一段带读过一摆内容吼，咱这段来看一寡内底，我感觉趣味的吼，会当参大家做一个互相学习的所在。第一个词吼，爱情，这个词伫咱现代的语言内底吼，咱咧讲的话内底常常出现。伊讲照字解说吼，就是解说是三疼的情，这个三就是互相的意思啦吼。三甲做啥物代志吼，毋是这两三是三吼，毋是。总是较常用做家族，家族就是家族啦吼，家族的成员之间，是男女三亲爱的情，查甫甲查某的吼，男女之间，这个所在吼，你若讲男女之间的情吼，是爱情，这参咱目前主流的用法是共款的。毋过咱即摆人应该是较无人咧伫家族之间吼用爱情这个字所以咱继续看吼，亲像讲吼，翁某的爱情吼。爸仔囝、某囝之间，拢是家庭的成员之间吼，家族的人之间的一种互相疼痛的情分吼，伊就叫做爱情。参咱真诶用有了啊无共吼，毋过差不多，要共。伊讲即句话源头呢，倒位来？伊讲通讲是对国语，国语吼。迄阵日本时代吼，台湾人是日本国的国民所以这国语就是迄阵的日语吼。所以你看，爱叫日语的发音。伊讲直接对日语的爱足来读音的，就是日本的汉字，因为迄阵的国语写做这个形，台语读做爱情，直接甲交换过来。甲吼就是甲英语的 love 吼，就是老爸爱囝吼，爱老母等等，拢会当用这个字。affection 吼，是 sensuality 等等，这若无啥知影意思吼，会当去查字典吼。相当吼，相当就是差不多的意思啦吼。所以就参即几英语的用法的文语差不多。再个一个足趣味的词叫民国，这个民国当然就是迄当阵的中华民国啦吼，就是迄阵的中国所以大家当思考一下这历史的问题吼。伊讲民国的普通话咱即摆的人拢讲迄叫做国语吼，迄阵伊叫民国的普通话，有原有底用，就是意思呢。迄阵台湾的台语吼，接受这个日语的词，可能迄阵中国迄边嘛接受这个日语的词吼，所以两边拢会通用。第二个词伊是讲爱人，这个爱人嘛是字面的意思啦吼，咱即摆人看到嘛是会当直接了解吼。伊讲即句话要用得做动词解说吼，你袂当甲当做动词来解说吼，袂当讲这是咧爱一个人的意思，毋是吼。你若甲讲这是你去爱一个人，就参头带迄个爱、迄个 love、迄个共款吼。伊讲袂当安尼解说吼。伊是名词伊是名词，意思是所疼的人，就是你爱的迄个人叫做爱人，毋是去爱迄个人吼，就是男女相爱的人吼。伊嘛有讲，照看是对民国传入来吼，即趣味吼，即个词，汉地讲就对中国迄边，近代中国吼，中华民国迄边就传入来台湾的共款，国语有原有底用，意思讲日语内底嘛用即个字来代表是你所爱的迄个人。大概是对英语的 sweetheart lover 来直译的，所以这是语言上源头讲大概是啦吼，看起来大家通用拢是照英语这个意思咧用国语有原照字读音所以叫做爱人就是甲这个字就用日语读这个汉字的发音就是呢，甲日语本地就有一组字可以密度，我毋知读音放倒位啦歹势。伊讲是相同意思，相同是共款的意思啦吼，两个互相共款的意思。后来呢，伊个讲到汉文就是伫台湾的国语咱近代有读作者哩落遐什么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内底汉文迄阵伊叫做汉文。虽然有即个字眼，总是无像意思。即个总是咱顶下讲过伊就是但是的意思即个总是是迄个 but， 但是安怎？但是呢，虽然有即个字眼，毋过伊的意思无相无共款的意思。你若讲无共意思无相意思，拢会当。亲像礼记内底讲一堆大家家己看意思是疼人，你有注意到无伊即个意思已经是头拄讲的动词就是去痛疼别人疼人去甲人疼安尼的意思。拄参与遮讲的名词是无共款的。搁过来，即个词叫做爱国。就我所了解目前咱台语内底无人咧讲即个词至少我嘛听过爱国。爱国讲即句话有公义甲协议，即咱会当甲即两个词学起来
较宽意思叫广义吼、狭义吼。这不管是伫人文学科吼，还是自然科学吼，拢有即种物件吼，你的定义吼，比如讲广义的相对论、狭义的相对论等等，咱会当安尼来用，伊直接就是有即个词来用啊吼。伊嘛有甲你解说吼，开阔的意思甲较下底的意思。啊，遮即个词吼，一个下个底，啊若连做伙读即个变音会讲会变下底。啊，毋过即个下底吼，参咱咧讲伫下骹迄个下底无共吼。咱若要写迄个下底吼 ，a 吼伫下骹的 a， 伊是第七声，啊伫底面吼底，迄个是第二声，迄个是下底吼。啊，所以即个 a 就是做 k 意思吼。毋过即个底我字典无查着吼，你若知影甲我讲一下，我咧摇即个底，毋知影是毋是就是长底的底啦吼。安尼伫即个情景内底较讲会通吼。好，来继续。广义就是照字解说吼，做三听吼，即个三个出现啦吼，三听就是互相爱护啦吼，互相爱顾，就是爱顾，歹势。啊，三看顾，大家互相照顾。狭义呢是生理人三交管吼，交管即咱现代的台语嘛，定咧讲吼，较接来交管的吼，感谢你来交管吼，就是去甲人捧场啦吼，的意思。吼，伊的语言是对日语吼，迄阵的国语。爱过来吼，啊照迄个汉字去读台语音吼，所以讲照音读的是这个意思。啊，广义就参英语的 favor 啦吼，狭义就是参 patronage 吼，相当共款的意思。广义狭义伫民国一部分有源有底通行，顶个有讲到吼，部分吼嘛是日语吼，伫民国迄搭嘛是有人安尼咧通行咧讲吼。插考吼，你去甲插考起来呢，汉文内底嘛是这个字眼。总是简单吼，简单就是只有啦吼。简单限定，我家己的腔是讲限定，限定伫广义的意思在用，就是讲大家互相听同、互相照顾、看顾啦吼，毋是生理人咧讲的迄个来交关我的生理即个用法吼。亲像讲即个吼，什物样修是不是吼，开始看觅吼。爱嘛基本的免怎用吼，时常爱受你的爱顾，做生理人伫讲。意思就是爱你常常来交管吼，所以即个时常爱受你的爱顾，即个用法就是伊头拄仔顶款讲的协议交管的意思。过来即个爱国吼，即个应该嘛无问题，就是参咱即摆理解差不多意思吼。讲拄拄就是拄啊好，麻麻吼，麻麻袂小甲吼。拄拄啊好是完全照字面上的即个意思吼，爱国家的意思来解说吼。爱讲爱国吼，就是听国家。啊，毋过咱即摆人应该袂用听即个动词来讲国家啦吼。咱即摆人拢是心肝内啦，讲着爱国就是对国家的尊敬吼，啊为迄落拼死命吼，流血流甜吼，流汗流汗吼，毋知流啥物货吼。好来，即句吼是对国语吼，迄阵的日语爱国句直接传入来吼。啊，共款伊就是读台语音，啊，甲英语的 patriotic 吼相当。现时呢，就是即摆呢。台湾吼就民国吼，迄阵的中国中华民国也是真通行，嘛有咧安尼用吼，大家爱国等等。总是即句话毋是新的字眼，吼又过来啊，汉文内底嘛阁有，伫古早伊就有在用，所以咱会当看到伊遮写的即个爱国儒家，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啦吼，爱你的国，哪来爱你的家共款吼，爱你家己厝内人共款，伊伫即个古汉文内底开即个意思。啊，爱国这个字呢，吼，这个字眼呢，也通甲别个吼，甲别字倒做复合名词，复合就是夹做伙啦吼，这咱会当甲学起吼。啊，若要念较算复合名词啦吼，我会安尼读，啊，就是讲名词甲名词倒做伙吼，亲像讲爱国者、爱国甲者拢是名词吼，爱国的人夹做伙就叫做爱国者。啊，爱国的心叫爱国心，啊，参爱国有关系即个主张呢吼，啊，思想爱国主义。后壁拢有注英语吼，所以这大家若英语普啥是你去查线顶的字典吼，去 Google 一下，拢会当看到伊的解说吼，这应该无啥问题。还共款有一个问题，迄个人是无爱国的人。过来，即个成煞会当正一个音咧啦吼，即个握手，啊，毋过即个手吼，可能较文言音我无确定吼，咱应该讲握手。毋过呢，你安尼听我讲，你可能感觉怪怪，因为咱大部分即摆人拢是读做另一个音，会读做。握手，会读做握，甲物件握落长的握。啊，即个我记得潘科元老师有一篇文章吼，讲到即个现代人定定读毋对一个音吼。内底我记得伊是安尼讲吼，伊讲握手吼是用伫握手把，就是大家咧比迄个手力吼，踮咩啊伫桌仔顶握手把吼，迄个开始用握。
啊，伫即个所在手甲手勒做伙吼，咧行咧吼，叫做握手吼，握伙握角，你嘛大家记诶吼，握手。用三牵手，吼，佮出来然后互相嘛吼，三小牵手的意思啦吼，小牵手行咧请安吼的意思，就是大家见着面吼，有一个是为着礼貌吼，有一个是问一个好安尼吼，请安。即句话直接是对国语的握手来的吼，就是甲英语的 shaking hands 相同共款的意思。总是汉文自早就有即个字眼吼，又佮出来啦，所以又佮对汉文内底补一句话出来吼。伊叫啥吼？伊讲用作表明亲热的意思，就是两个人若像咧熟悉足久的安尼吼，我甲你足熟的安尼吼，所以叫啥吼？叫握手。啊，伊问题呢？伊爱我甲伊握手，真简单的一句话。上尾啊一个词吼，按捺。即你若去日本佚佗，你会当看到伊的 information 吼，伊个互人问代志柜台就写一个汉字吼，按捺。啊，伊意思就是带路。甲你指引路边仔行，啊，即句话讲虽然是对国语吼，迄阵日语按捺来，啊，甲英语的 guide 是相同的，吼，就是带路意思嘛吼。伊讲也会做复合名词吼，伊讲亲像按捺者，差不多爱国者共款吼，按捺的人吼，带路的人，啊，嘛会当讲人啦吼，人嘛是人啦吼，啊，佮有按捺所提供一寡路要哪行，所在要哪去的资讯的所在吼。伊这嘛有写吼，会当参考英语吼的意思。诶，问题讲你有叫人甲你按捺啊无？啊，即个物件我毋知影各位伫日常的生活咧讲按捺即个词的时阵，是毋是其实是用伫另外一个意思？我讲我家己的例吼，我若听着人讲按捺吼，拢是安尼讲，咱来举一个吼，比如讲，迄人若当啥物代志心情歹吼，还是啥物人去甲得失着吼，啊，有人讲啊，你甲按捺一个啦吼，莫互伊踮遐咧气噗噗吼。迄个按捺咱算是点啊是？去甲迄个人顺一下伊的心情的，莫互伊生气吼，迄种意思。啊，参即个按捺是完全无共款的意思，啊，毋过发音是共款吼，所以我就无确定讲迄个按捺，啊，我毋知影参日语的即个按捺到底是毋是对遮来，啊，毋知影转成迄个用法，这我真正是无确定吼。啊，若大家有知影，迄个按捺甲即个按捺到底是有共，还是无共吼？啊，伊迄个使用历史到底是安怎变成我头拄讲的迄种意思吼？啊，有若劳烦你会当留一个话吼，啊，大家交流一下。啊，今仔日这段就是咱解说新台湾话的陈列馆林茂生博士伊第2单元啊，算第1个开始真正介绍字词的单元。啊，咱后壁阁有其他单元，咱会有时间会偷偷甲整理起来，网络顶悬，参大家做一个交流甲分享。感谢大家的时间。